阿花愛坐雙北嘅火車，為先經過高雄、台南，最尾經過嘉義，就到雲林。白秀麗有3隻紅色圓形嘅圖，青秀麗有2隻青色四角嘅圖。釋貨物前，打寫字印上前，上過擦手後，愛洗手，才唔會扯到流感。有力嘅人可以參加綁體操比賽，還會唱山歌嘅人可以參加唱歌比賽。離台中最近嘅係苗栗縣，離台中最遠嘅係桃園市。